传统市场一直以来就是充满人情味的所在，嘛是市民生活的共同记忆。不过以新市公有市场为例，设立33栋来，不管是地砖还是地下室天棚漏水，以及这硬体设备拢老旧，需要整修。所以市府启动历年来规模上大的市场振兴计划，嘛得到中央补助18处公有市场高达4589万的整修费。上午市长委托到现场关心，主题会长就献花表达感谢。这所来吼，下底的车吼，拢咱楼间的吼，啊人骑迄顶悬吼，拢会滴落雨，所以吼，市长甲迄个议员吼，我拜托议员去甲市长。甲处长吼就地会，甲做迄个市场处，传统来顾阮遮即个传统市场，哦，这真领好诶。啊无吼，大家拢来买吼，拢哎哟，遐滴落去，啊，这已经改进啊做好啊。开下底地，迄听像，就爱开200-300万啦。阮无法度，都拜托遮市长然后处长啊，甲干导游，啊，有叫今仔日。市长伫主题会甲经发局长陪同，带来伊顺势改善的状况，体会焕然一新的形象，嘛甲摊商请安问好，肯定疫情期间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优完持续，大大提升消费者安心购物甲无变的人情味。大家传统市场充满人情味，大家互相打招呼，互相嘘寒问暖，而且坦白讲还可以讨价还价，所以很多人喜欢来传统市场。现在我们把硬体设施改善得更好一点，更干净一点，更明亮一点，更好停车一点，所以让传统市场可以有更多的竞争力。那尤其是很多原来台南县的地方，因为它距离所谓要去这个大卖场很远，那所以传统市场还是要负担起最主要的采买责任。传统市场虽然一度经营受到疫情的冲击，不过危机嘛是转机。除了过去200万的市预算改善22个示范单位，现在中央佮大手笔补助，期待让消费者会当好好享受小市场加在地美食的好滋味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。